我说，什么说？边上要是我们当家让说就是的，这啥个？让我就得说，把这些气场去，一类让实质性。不是，我枪抽不着，动，往出动。调车，调车，下面看到我这是在想。你们他不让写上，我就会听。说是写了，见不懂嘛，你说你偷嘛是？说什么就要看电你说路上就不打这些国家就你都说在这边是他当兵呢错上了恰恰那是这嘛就是还有这个如果谜底也体现你们看现实有事情今天来上学在上列说嘛最后个吧那谁吧那是别说他莫上给你句当时就利用过嘛去
别说的。木材给你句，当时就拧过马里，一打。我就见我最那个不是路，吃了爬线门我说，阿蒙代，我是不是？弟弟，我是不是叫你？我是吧？阿蒙代，让独立家，很多也起不呢，创作那历史独立家，你也三家做靠他，家我妻子郎君。什么都没呢，我没马里，我爷爷是马里，都这些啊，你说的，爷爷，我的，爷爷他谁会说这样就，我的心啊，对的，然对的，对了没读，我是见过人。